各位來賓、各位同學，畢業典禮即將開始，請各位關掉無線電話及任何響鬧裝置。在典禮進行中，請勿於通道中拍照。多謝各位合作。東華三院鳳凰鳳亭中學2025至到26年度畢業典禮現在開始，請各位肅立。恭請主禮嘉賓伍樂恒醫生及嘉賓進場。升旗禮即將開始，請各位繼續保持肅立並面向旗杆。現在有請旗隊進場。升國旗，奏唱國歌。請旗隊步操離場。
請各位就座。校長致辭，恭請譚耀華校長致辭。請譚校長。尊敬嘅伍樂衡醫生、杜校長、許校長、鄧校董、校友會主席許新輝先生、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親愛嘅中六同學，大家下午好。今日呢，我懷住既喜悅又不捨嘅心情呢，迎接我哋東華三院鳳凰鳳亭中學25至26年度嘅中六畢業禮。我話喜悅，因為呢今日呢係見證住我哋中六同學終於呢係大個仔大個女啦，喺各方面呢都有好長足嘅成長同埋發展。見到大家咧喺各方面咧都可以咁講，有好豐碩嘅成果。不捨咧，就因為6年嘅光陰好快就過去。今日之後咧，畢業禮完咗之後，大家就會係正式離開咗生活咗6年嘅母校，去到唔同嘅領域咧，繼續自己嘅一個新嘅天地度咧，係去闖蕩。你哋嘅第二個家鳳凰鳳亭中學，我相信咧帶俾你哋好多嘅回憶。仲記得咧，你哋6年前咧入到呢間學校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回想翻係咩嘅光景。當時咧就係疫情方興未艾嘅時候，咁啊好多家長都微笑係嘛？即係當時咧都唔知使唔使翻學，有陣時咧就話要網課，有陣時咧又話要半日上堂。有陣時咧，完全唔使返都唔定，又要去打針，又要戴住口罩，好多活動乜都停晒。跟住疫情漸漸消退咧，好多嘢都復常，同學咧又喺返學校裏邊咧過返正常嘅活動。我哋亦都有好多機會咧，同同學去到唔同嘅領域嗰度咧，係去參與。例如我好記得咧，疫情後，有機會帶同學去到唔同地方度交流考察，我好感動。有一句説話咧，嗰陣時有個同學同我講，佢話：校長，我希望每一年咧都跟你去唔同嘅地方考察。我見到同學喺度笑，我應該係都知道邊個同學啦。咁眨下眼咧，佢今日已經中六啦。咁啊之前咧，佢同我講：校長，中六我去唔到交流考察啦，因為要 DSE 啦。真係可以咁講咧，實踐唔到嗰個諾言。咁但係我相信咧，喺你未來人生裏邊咧，呢個世界好闊，機會好多。我希望你都珍惜每一次咧，你可以去嘅唔同地方，學到唔同嘅嘢。咁我係6年前嚟到鳳凰鳳亭中學呢度服務嘅，咁所以今屆嘅畢業同學咧係同我同步，係同我一齊咧係成長嘅。咁所以特別感到咧係唔捨得。好多同學中一日入嚟嘅時候嗰個樣啦，佢哋當時嗰個情況啦，眨下眼咧個個都唔同晒，大個仔大個女咧。我都係非常之可以咁講係好感觸嘅。咁呢咁有意義嘅一個畢業禮咧，亦都請嚟咗一啲好重要嘉賓，可以話咧好有份量嘅。咁啊，亦都係令到我哋今日嘅畢業禮咧係倍添色彩。咁啊，當然我第一個要介紹咧就我哋嘅主禮嘉賓啦，伍樂衡醫生，係啦，都多謝大家嘅掌聲歡迎啊，伍醫生。咁另外咧，我哋都邀請到咧，我哋沙田區2位我都係好好朋友嘅校長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瀝源村裏邊隔離鄰舍崇真學校杜校長。咁另一間咧就雖然係遠在馬鞍山，咁但係咧我哋都係沙田區，我哋係一家人啊。咁啊，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嘅許校長。
咁佢兩位咧都喺百忙中咧抽時間過嚟咧，其實都係因為見證我哋同學嘅成長。咁我哋嘅同學咧，當年都喺佢哋學校讀小學，經過咗6年嘅小學光陰咧，先至去到中學階段。咁啊眨下眼就6年之後啦。咁啊兩位校長都真係好感恩，就係見到啲同學咧係好出色，而且咧係個個都有佢自己嘅成就。咁所以今日都特登過嚟咧，係支持佢哋嘅畢業生，亦都係我哋嘅畢業生。咁好多謝兩位校長。咁當然我都唔可以忽略嘅就係我哋家長啦，我哋在座好多家長都係一直支持學校。咁而當中嘅表姐咧，亦都係我哋嘅家長校董啦，阿鄧女士啦。咁啊 Mandy 咧其實就好忙嘅，我知道啊。咁但係咧佢都係好關心我哋嘅所有嘅事務。咁啊佢嘅仔仔咧今年就大學畢業咯，我知道都係我哋畢業生嚟嘅。咁啊，佢嘅女女咧仍然都係我哋嘅學生，咁所以咧佢對我哋學校咧可以話咧好了解啦，咁亦都一度好支持我哋。咁當然亦都係校友會啦，我哋嘅校友都係好有實力嘅。今日就請到阿伍醫生啦，早2年我都請過阿江律師啊、麥律師等翻嚟咧，同我哋主持一啲嘅畢業禮或者學校嘅典禮。咁啊，校友咧其實對於我哋嘅同學咧都有好多啟導嘅可以幫到我哋同學嘅地方。咁所以咧我都多謝今日我哋嘅校友會前主席啊許新輝先生啦，都會喺我哋當中啊。咁啊，講翻轉頭咧，就真係要再一次感謝阿伍醫生，因為咧佢係好忙嘅一位專科醫生。咁佢其實咧就係我哋2002年嘅中7畢業生。咁我剛才同阿伍醫生傾咗幾句咧，咁佢即係我覺得佢翻到嚟學校咧，唔好介意阿伍醫生，我覺得你咧突然間咧好有童真啊！係啦，因為我印象中阿伍醫生係一個專科醫生，一定係好嚴肅啦，好有專業嗰種風采啦咁樣。我唔係話佢冇啊。我唔係話佢冇，不過咧，佢剛才入到嚟學校之後，都唔夠2分鐘，見翻啲老師之後咧，佢突然間好似個小朋友咁樣，係嘛？跟住咧就話嗰個老師係邊個老師？呢個老師我當年班主任，阿丁 Sir 咧當年點影響我？阿丁大寶老師我知道嚇。跟住阿係 Sir 點影響我？係嘛？我以前都好反斗、好反叛啊！多謝班主任Miss Lam 咧，又點樣幫我哋？好似個細路仔咁咧，將佢當年喺鳳凰鳳亭讀書嗰啲歲月，好短時間同我分享咗一啲嘢，我都好感動。可以見到咧，學校教育對於一個人嘅成長咧係幾咁重要。咁啊，伍醫生喺我哋學校中7畢業之後咧，就成功考入咗香港中文大學嘅醫學院啦。咁喺2009年咧就醫學院畢業。咁之後咧，許醫生就成為咗伍醫生咧就成為咗一位咧係心臟嘅專科醫生。心臟嘅專科醫生。咁亦都喺其後咧，佢亦都係不斷進修。亦都係咧攞咗好多嘅專業嘅資格，一啲院士嘅資格。咁都可以見到咧，伍醫生係一個咧係力爭上游可以咁講咧，不斷努力嘅一個醫生。咁除咗即係喺學歷方面、喺資歷方面之外咧，咁我都做過啲功課嘅。咁伍醫生咧係一個非常之有醫德同埋咧係受到病人愛護嘅一個醫生。咁我喺網上都見到啲留言咧，我唔知伍醫生有冇睇過，就即係好感動，就話伍醫生咧係一個好關心病人嘅醫生。咁因為咧佢知道有啲病人可能屋企家庭嘅經濟條件唔係幾好啦，又可能冇買醫療保險啦，咁個醫藥費好貴嘅。咁伍醫生當年咧都係即係可以咁講啦，一個優惠價錢去幫啲病人。咁好體恤病人嘅需要啦。咁所以咧就話有啲病人喺網上留言都話我未見過咁好嘅醫生。咁亦都有啲病人就留言就話其實咧睇咗伍醫生之後，過咗一段時間，可能1-2年之後，咁佢對於個病有啲嘅即係疑問啦，佢都會再請教伍醫生，就揾佢嘅秘書。咁伍醫生咧都會係好慷慨地，亦都係好即係好樂意地咧去幫個病人，係不收分毫咁咧係解答病人嘅查詢。咁所以咧，我覺得咧醫者父母心呢句説話咧喺伍醫生嘅身上咧就係一個好好嘅見證。我諗作為醫生，剛才分享咗伍醫生嘅一啲經歷同埋一啲嘅醫德。咁我都想講咧，其實我哋老師，我覺得有啲咧同醫生都係好相似嘅。醫生就係照顧病人有需要，佢可能身體上邊或者佢精神上邊有需要咧，係去治療，希望佢早日康復。而老師咧嘅角色咧，就係喺一個人成長階段裏邊咧，對佢喺各方面嘅成長，喺各方面嘅需要咧，我哋去栽培佢、準備佢。我哋大家都做緊人嘅工作。我覺得呢個咧係好相似嘅地方。我哋老師亦都有一個代父母角色，即係話喺學校咧
當家長將個小朋友交俾我哋咧，我哋要做父母角色，去好好咁規勸佢、康扶佢、教導佢，讓一個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長。咁所以咧，我哋老師就以伍醫生作為一個榜樣，可以咧係做好我哋嘅工作，令到我哋嘅學生都感恩老師對佢嘅栽培。就好似今日伍醫生翻到嚟，我相信佢都好感恩當日佢嘅老師陪伴咗佢走7年嘅中學生涯，可以令到佢咧喺青少年階段可以好好咁成長。而今日伍醫生嘅成就，我哋好欣賞，亦都好欣慰。我哋一位咁出色嘅畢業生，同學們，你哋即將咧就要離開學校啦。咁咧我就唔想用各奔前程嘅，我就覺得你哋咧會係各自各精彩。我希望你哋咧係記住喺呢度7年嘅中學生活啦，所學到嘅嘢，亦都咧係以伍醫生剛才一啲事蹟咧為一個榜樣。其實咧我都好欣賞同埋好佩服咧好多作為醫生嘅一啲朋友，佢哋嗰種嘅堅持同埋承擔。我哋東華三院咧，除咗伍醫生之外咧，我哋有好多出色嘅畢業生，咁都係喺醫護界咧係可以咁講係好有建樹嘅。早嘅有當年我哋香港女兒謝婉雯醫生啦，雖然佢係不幸咁因為即係照顧病人而離世啦。咁佢嘅風采或者佢嘅故事咧，都係我哋每一位東華學生好熟悉嘅。咁今年咧亦都有另一位咧，就係邱子田紀念中學嘅黃醫生，亦都係因病離世。但係佢離開之前咧，佢都將一啲佢自己嘅心意咧係俾翻母校。咁當然啦，即係伍醫生而家好健康啦嚇，咁佢都好年青有為啦。咁我唔係咁樣比較啊，而係話咧，我見到咧我哋嘅東華畢業生咧，好多喺唔同界別咧都係好有成就，亦都係對社會好關懷，好多嘅貢獻。咁我希望咧，大家都係以剛才我講過一啲東華三院嘅校友啦，包括咗我哋伍醫生啦，係作為一個榜樣，好好咁去奮鬥，好好咁去回饋社會、回饋母校。記住，畢業就唔係終點嚟嘅，我覺得係一個新嘅起點。希望你哋咧，以我剛才所提到嘅一啲我哋值得尊重嘅人物，去作為你嘅榜樣。無論將來你投身邊個行業都好，應該咧係懷住一顆同理心，同埋咧將東華三院我哋嘅校訓勤儉忠信咧，係身體力行咁去活出嚟。好，咁咧就最後咧，我要多謝咧今日所有家長去出席我哋嘅畢業禮。其實今日最大功勞咧，我覺得都係要俾掌聲我哋嘅家長嘅。因為咧，同學們可以咁樣無後顧之憂咁去喺各方面去追求自己理想咧，最大嘅後盾就係家人，而父母咧就係當中我諗分分秒秒都係記掛大家，去扶持大家嘅重要人物。咁所以咧，我再一次感謝大家嘅出席啦，亦都希望咧同學同埋家長咧以後嘅日子身體健康，生活順利。多謝各位。多謝譚校長頒授畢業證書、獎項及獎學金。恭請伍樂衡醫生頒授畢業證書。請伍醫生，請譚校長陪同。中六甲班畢業同學共有27位。現在請中六甲班班主任盧淑儀老師宣讀畢業學生名單。陳紀燕、陳樂榮、蔡志歡、蔡慧晨、范玉燕、馮天佑、何柏瑩、紀寶儀、高興。黎景熙、李慧儀、梁俊喜、李鳳婷、李書佑、
梁幸如、盧淑欣、吳君賢、彭子希。潘卓林、孫美琪、戴告賢、黃柏林、胡柏希、謝彩玉、楊浩峰、葉卓林。多謝盧老師。中六乙班畢業同學共有29位，現在請中六乙班班主任藍庭貴老師宣讀畢業學生名單。陳卓謙、陳柏林、周嘉晴、陳樂思、鄭海傑、鄭柏俊、張浩爾、周婉林、馮子成、鄺嘉文。黎子佳、李欣林、梁雅詩、馬燕橋、馬英傑、吳靈毅、伍子豪、曾文穎、謝朗、徐陽安。黃子瑩、黃曉明、黃樂晴、黃慧琳、胡金志、吳宇軒、邱錦雄、葉佩瑜、余瑞文。多謝藍老師。中六丙班畢業同學共有29位，現在請中六丙班班主任黃慧敏老師宣讀畢業學生名單。陳嘉希、陳岳偉、陳子文、鍾海晴、何佩文、何海彤、林成毅、林子晴、李俊毅、梁志睿。梁少聰、李達軒、李子彤、李瑞玲、林子琪、盧巧晴、呂敏彤、莫希兒、潘奕希、謝美琪。韋嘉文、黃俊傑、黃錦雄、黃成亨、胡樂晴、胡樂儀、余慧心、張祖明、趙崇康。
多謝黃老師。中六丁班畢業學生共有25位。現在請中六丁班班主任葉翠欣老師宣讀畢業學生名單：陳俊熙、鄭興怡、鄭曉晴、鄭樂維、張軒維、蔡善如、莊盈欣、朱家韻、祝嘉欣。簡希彤、林海洋、李俊熙、李浩輝、李耀明、廖子嫣、柳思敏、龍奕序。羅少游、蕭浩邦、溫章全、任志良、嚴家朗、余曉婷、余子瑩、趙懷孝。多謝葉老師，多謝伍醫生，多謝譚校長。恭喜以上各位同學，學生可以成功完成中學課程，除咗自己努力，老師循循善誘之外，仲需要其他外力嘅協助，先至可以讓我哋茁壯成長。當中為我哋奠定穩固基礎及學習興趣嘅小學學習階段，及提供唔同學習資源嘅團體，可以話係我哋得以健康成長嘅重要因素。今日我哋好榮幸可以邀請到伍樂恆醫生擔任主禮嘉賓外，亦都好開心可以邀請到沙田崇真學校杜以晴校長、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許以山校長、本校家長教師會暨本校校董鄧敏玲女士、校友會代表許新輝副主席應邀撥冗蒞臨及頒發獎項與各位得獎生，見證各同學嘅成長，實在係送俾各位畢業生嘅最好祝福。現在首先恭請沙田崇真學校杜校長頒發獎項，請校長陪同。中六級全級第一名，6B 班黃樂晴，佢同時獲得生物科第一名，體育傑出表現女生獎。今日可以喺小學母校校長以及中學校長手中得到嘉許，必定能更加鼓勵到黃同學日後再接再厲，做得更好。中國語文科第一名，6C 班胡樂儀，佢同時獲得中國文學科第一名。英國語文科第一名，6B 班馬燕橋。數學科必修部分第一名，6B 班吳凌毅。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2第一名，6D 班陳俊熙。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第一名，6D 班柳思敏，佢同時獲得地理科、旅遊與款待科第一名。物理科第一名，6D 班嚴家朗。化學科第一名，6B 班曾文榮。多謝杜校長，請校長留步。現在恭請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許校長頒發獎項與中六級全級第2名6C 班梁少聰。梁同學係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嘅畢業生，佢除咗獲得全級第2名外，同時獲得中國歷史科第1名、歷史科第1名。現在梁同學可以從母校校長手中接過鼓勵，讓母校見證自己嘅成長，實屬非常難得嘅鼓舞。中六級全級第3名6B 班鄭柏俊。經濟科第1名6C 班陳嘉希，佢同時獲得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第1名。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第1名6B 班陳柏林，佢同時獲得體育傑出表現男生獎。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第1名6D 班任志良。視覺藝術科第1名6C 班李瑞玲。多謝許校長，多謝譚校長。跟住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呢個獎學金係家長教師會為鼓勵每班成績最優異嘅頭3位同學及每班進步最多嘅2位同學而設。依家恭請家長教師會暨本校校董鄧敏玲女士頒發，請鄧校董。6A 班第1名楊浩峰。第2名陳紀燕。第3名葉卓林。學業進步獎第1名李舒柔。第2名李慧儀。6B 班第1名黃樂晴，第2名鄭柏俊，第3名馬英傑。學業進步獎第1名黎子佳，第2名胡金怡。6C 班第1名梁少聰，第2名陳嘉希，第3名胡樂儀。學業進步獎第1名余慧心，第2名林子琪。
6D 班第一名柳思敏，第二名任志良，第三名嚴家朗。學業進步獎第一名朱家韻，第二名李浩輝。多謝鄧孝董。然後頒發品行無限生獎，呢個獎項係頒予自中一入讀本校開始未曾有任何遲到或違規行為，而操行每年達 B 加或以上，並曾獲得優點嘅學生。本校特設獎座一座，以嘉許學生樂於服務及恪守校規之表現。請何副校長頒發。6A 蔡慧晨、紀寶儀、李書柔、彭子希、潘卓林、6B 班陳柏霖、周家晴、陳樂思、鄺嘉文、6B 班梁雅詩、馬燕橋、吳子浩、曾文穎、黃子瑩、黃樂晴、胡金志、余瑞文、多謝何副校長。現在請林副校長頒發品行模範生獎。6C 班李俊毅、謝美琪、6D 班莊盈欣、朱家韻、祝家欣、柳思敏、嚴家朗、趙懷孝、
學校為咗家長品行表現良好嘅同學，每班特設品行優異獎，頒予每班品行分最高嘅學生，又設品行進步獎1名，頒予每級品行表現最明顯進步嘅學生。現在繼續請林副校長頒發品行優異獎，分別係6A 班蔡慧晨、6B 班梁雅詩、6C 班梁少聰、6D 班莊盈欣。品行進步獎6A 班戴告賢。多謝林副校長。跟住頒發校內獎學金，首先係鳳凰鳳亭獎學金。本校創校馮氏家族一向對學校鼎力支持。馮振聰先生自2004年開始，以專圈名為成立鳳凰鳳亭獎學金，津助各級成績優異而有經濟需要嘅學生發揮所長。現在恭請譚校長頒發，請譚校長。獲獎同學分別係6A 班楊浩峰、6B 班鄭柏俊、鄺嘉敏、馬英傑、黃樂晴、6C 班胡樂儀、趙崇康、6D 班柳思敏。跟住頒發馮永聰獎學金及楊超成獎學金。馮永聰獎學金頒予每級成績及品行表現優異嘅學生，而楊超成獎學金專門頒予各級具備多元才藝嘅學生。現在先頒發馮永聰獎學金。6C 班李俊毅、梁少聰、跟住頒發楊超成獎學金。6B 班陳柏霖、黃樂晴、胡金志、多謝譚校長。然後頒發校外活動獎項，恭請校友會副主席許新輝先生頒發。第17屆校園藝術大使6C 班李瑞玲、盧巧晴。全港學界龍舟錦標賽混合小龍200米金杯賽季軍6B 班胡金志、6C 班黃成亨，佢哋同時獲得全港學界龍舟錦標賽男子小龍200米銀杯賽殿軍。教育局舉辦嘅傑出憲法和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6A 班蔡慧晨。
為咗鼓勵香港市民投入義工服務，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義務工作發展局舉辦嘅香港義工獎，凡香港市民每年服務時數超過100小時，即可獲銀獎；每年服務時數超過50小時，即可獲銅獎。本校獲銀獎嘅學生有6B 黃樂晴、獲銅獎嘅同學分別有6A 班陳紀燕、李慧儀、6B 班陳柏林、陳樂思、周婉琳、鄺嘉文、馬燕橋、謝朗、繼續頒發個人義工時數銅獎，分別有6B 班黃子瑩、胡金志、余瑞文、6C 班林子晴、莫希兒、6D 班莊盈欣、廖子嫣、柳思敏、跟住頒發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2025至26，獲獎同學分別係6B 班黃樂晴、6C 班梁少聰、多謝許副主席。恭請主禮嘉賓伍樂恆醫生致訓詞，請伍醫生。譚校長、許校長、杜校長、鄧校董、許副主席、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2002年畢業嘅伍樂恆心臟專科醫生。首先，非常之多謝譚校長同埋 Miss Lam 今次邀請我嚟呢個咁莊重、咁搞得咁好嘅畢業典禮做一個主禮嘉賓。咁但係平日咧，我講健康講座就講得多啦，即係我講心臟病啊、膽固醇高啊、高血壓，閒閒地我都可以講半個鐘嘅。有興趣你可以上 YouTube 睇下。咁但係咧，我就第一次喺一個畢業典禮做嗰個致辭嘅機會啦。咁我都有做下功課嘅，我想參考下一啲名人咧係點講嘅咧。我上網睇下，譬如睇下奧巴馬，睇下 Steve Jobs 啊，睇下黃仁勳啊，佢哋講乜？佢哋講得好好啊！咁但係我覺得照抄咧，又好似唔係咁好啦。咁我哋身處一個 AI 嘅年代，咁好簡單啦，我揾 AI 幫我寫個稿啊，唔使1分鐘咧，其實寫得好好啊！咁我大覺得咧，好似欠缺咗一啲誠意，欠缺咗啲溫度。咁於是咧，我決定都係我自己寫翻啦嚇。我想講一講我自己嘅嘢嚇，講一啲嘢俾我哋在座嘅畢業生聽。各位同學，你哋知唔知道而家其實你哋喺一個人生非常重要嘅十字路口，因為未來嘅10年係你非常之黃金嘅10年。無論你嘅成績好定唔好，
我覺得最緊要你係要苦心自問，問一問自己，你究竟中意做啲乜嘢？你之後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最重要係你有冇啲乜嘢嘅夢想，你係想去追嘅？我覺得人生嘅意義咧，最緊要就係追求自己中意做嘅嘢，揾一個自己嘅夢想，盡力去追求，去達到佢。咁當然啦，現實係殘酷嘅，夢想唔係咁容易達到。頭先聽到校長有好多讚賞我嘅説話啦，其實我嘅人生並唔係咁容易。我講翻下自己，我2002年畢業嗰陣時 AFO 係成績都算唔錯，但係其實我係讀唔到醫科嘅。我係入咗中文大學嘅生物化學系。嗰陣時咧，我覺得我夢想破滅咗啦，我好失望，我好彷徨。我諗過好唔好唔好咁天真啦，穩穩定定讀好啲書，跟住睇下可唔可以揾一份穩定嘅工作，可能試下做紀律部隊，甚至乎考慮做一個老師。咁但係我問過自己啦，我有啲唔甘心，我真係想做一個醫生去幫人去救人。咁於是有咩可以做啊？再讀好啲書啦，再準備好自己，同埋主動揾一個機會。1年之後嘅暑假，機會嚟啦！我發覺醫學院嘅辦公室出邊一個好細嘅角落，呢個壁布板裏邊有一個好細嘅告示。原來佢話俾啲同學聽，如果你有興趣做醫生，你想轉系嘅，你可以試下㗎喎。咁我當堂覺得個天俾一個機會我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就擔心自己個英文唔夠好啊。咁我膽粗粗啦，就揾阿 Miss Lam。咁我話Miss Lam，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下我寫個 application letter， 我申請嗰個轉系嘅信件啦，睇下我英文點樣寫得好啲，希望爭取我轉系成功嘅機會。咁終於啦，我爭取到一個獨立面試嘅機會。今次諗住掂啦，可惜都係衰咗。原來現實唔係咁簡單嘅，唔係努力就得，唔係有夢就得嘅。成功係需要好多條件，好多嘢配合，需要好好準備自己，更加需要不斷嘅嘗試。各位同學，失敗係唔可恥嘅，最重要係喺失敗我哋學到啲咩，我哋反思到啲咩，從失敗中學習，從失敗中成長，繼續去前進。我反思翻我嘅面試，可能我講得唔夠好，我準備得唔夠好，我冇清楚諗究竟我講啲咩先可以令到一啲面試官信服我真係將來可以成為一個好醫生。好彩1年之後我有第2次機會，我又面試啦。咁今次我成功咗啦，我正式可以成為我夢寐以求嘅醫生啦。咁當然唔係一天光晒其實之後我仲有好多辛酸史啊。例如我試過考試成績唔好啦，我試過臨畢業之前我揾唔到一個我最中意做嘅一個科目，但係每一次我唔如意嘅時候，我會問一問自己，你嘅初心喺邊？你嘅堅持喺邊？你要做好自己，靜待下一個機會嘅來臨。各位同學，人生其實唔係咁簡單嘅，係一個好漫長嘅旅程。1次2次嘅失敗其實唔代表啲乜。當我哋失敗嘅時候，我哋可以覺得唔開心、失意。最重要嘅係我哋唔好灰心，唔好絕望。各位同學，咁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記住我哋有好多人支持我哋嘅。當然，如果我哋係贏在起跑線、順風順水嘅話，大家都想啦。但係世事定唔公平嘅。我哋知道有啲人可能個起跑線比我哋好少少，但係你要記住，起跑線嘅成功定唔係成功唯一必要嘅條件，堅持先係。我好中意睇踢足球比賽如果見到我一個心愛嘅球隊佢大勝對手，我梗係開心啦。但係我更加興奮嘅係見到我心愛嘅球隊佢喺逆境之中咬實牙關，拼盡全力喺逆境之中取得勝利。我覺得呢啲逆境勝咧、逆轉勝咧，先係更加震撼人心，更加令人珍惜，更加令人難以忘懷。各位同學，我相信人生就好似踢波一樣，如果你努力去踢嘅話，終有一日你會入到人生一個精彩嘅入球。好快啦，大家就會離開呢個好有規律、有啲呆板、有啲悶嘅中學生活。你哋會離開一啲熟悉嘅人同埋事，
你哋會冇咁多規管，但係你哋要學識自己獨自面對一啲新嘅環境，去獨自面對一啲你唔熟悉、一啲好新嘅科目、文化，或者試一啲你完全冇試過嘅活動同埋運動。你會認識好多新嘅朋友，佢哋背景可能完全唔同嘅。當然你會有機會有好多嘅不安或者挑戰啦，但係更加多嘅係一啲機遇。我可以好肯定同你講，嚟緊嘅日子，你嘅所有經歷對你人生係有極大嘅影響，而你好應該咁樣去珍惜呢啲唔同嘅機會同埋時間，去放膽去嘗試。各位，嚟緊我哋係一個 AI 嘅年代啦，我哋有好多轉變，甚至乎有啲人覺得AI 有機會取代我哋，但係我相信唔會。每個年代都有唔同嘅轉變，我哋最緊要係裝備好自己，學識點樣善用呢啲 AI，去令到我哋更加進步。而更重要係我哋相信咧 AI 係取代唔到我哋人與人之間嘅溫度同埋愛。好好珍惜你每一個階段所認識嘅即係老師啦、良師益友啦，你唔使擔心你行嘅路有機會可能令到你迷茫，因為你每一段路、你每一段旅程，其實都可以令到你得到好多、學習好多，尤其是你每一段階段所認識嘅人，珍惜你嘅好朋友，望望你嘅左邊、右邊。佢哋可能係未來嘅明星，未來出色嘅設計師，未來出色嘅米芝蓮嘅名廚，甚至乎一啲創新文化工業嘅一啲先驅者。更重要嘅係，佢會喺你人生低谷嘅時候陪伴你，為你加油，為你渡過一啲好難嘅難關。珍惜你嘅朋友。最後啦，我希望大家無論處喺一個順境或者逆境都好，揾一個心中嘅理想，盡力去追隨佢，唔好害怕失敗，唔好害怕嘗試。更重要嘅係，我希望大家保持一個善良嘅心，喺有需要嘅時候幫助你身邊嘅朋友。有朝一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帶住自己嘅故事，返嚟到母校，去分享一下你成功嘅經歷，你失敗嘅經歷，去鼓勵一下以後嘅一啲師弟師妹。多謝大家。多謝伍醫生，為咗感謝各位頒獎嘉賓親臨畢業典禮頒獎，表達對我哋嘅關懷同埋支持，本校準備紀念品致送各位頒獎嘉賓。請譚校長致送紀念品予各位嘉賓。請譚校長。為咗感謝伍醫生百忙之中撥冗擔任畢業禮嘅主禮嘉賓，同埋支持勉勵我哋畢業嘅同學，本校安排咗一份紀念品俾伍醫生。同時，本屆畢業生胡金子同學特以伍樂恆醫生專名題句書寫心樂工行嘅牌匾，代表全體學生向學長表達崇高嘅敬意。心樂既指內心嘅承諾，亦都暗指心臟嘅諾言。身為心臟科醫生，伍醫生以守護心臟為天職，亦都係伍醫生堅守職業嘅承諾。而工行就強調伍醫生唔單止掌握理論，更加親自去做手術、診治病人，係知行合一嘅典範，亦都係東華三院校歌歌詞入邊他日成才、服務社會報恩厚嘅最佳演繹，亦都係畢業同學嘅學習模範。現請伍醫生接受。多謝伍醫生。請杜校長接受。多謝杜校長。請許校長接受。多謝許校長。
請鄧孝董接受。多謝鄧孝董，請許副主席接受。多謝許副主席。多謝譚校長。學生代表致畢業謝詞，請6B 班馬英傑同學。吳醫生校友、譚校長、副校長、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中六嘅同學，大家好，我係今年嘅學生代表6月班馬英傑。非常感謝校方可以俾我一個如此珍貴嘅機會，以畢業生代表嘅身份，企喺一個咁具意義嘅典禮上面，向大家分享我嘅感受。6年嘅時間，不知不覺間已經過去。回顧呢6年嘅光陰，其實時間真係過得好慢，慢到令我哋喺每一個挑燈夜讀嘅晚上，煎熬咁等待，期待畢業呢一日嘅快啲嚟臨，等我哋可以快快成為大人，離開校園，過上獨立自主嘅生活。但與此同時，時間其實係覺得真係好快，快到彷彿係一瞬間，我哋就已經完成咗由小朋友到大人嘅轉變，即將離開呢一間為我哋帶嚟好多精彩難忘回憶嘅學校。喺呢間學校，我哋曾經創造咗好多精彩難忘嘅回憶，又可以按照自己喜好着上代表個性嘅便服嘅聖誕聯歡會，又可以令我哋盡情發揮才華同自我嘅歌唱比賽同埋寫際話劇比賽，令我哋可以揮灑汗水竭盡全力為班別同社別爭取積分嘅陸運會。文憑試之前，令我哋有機會可以重整奮發學習嘅中六奮進營，更加唔可以忘記喺我哋離別之前，俾我哋有機會可以同師長好好道謝嘅中六識別會。2個禮拜之前，我哋啱啱度過咗人生中第一個重要嘅轉捩點，中六文憑試。如今面臨離別嘅時刻，但我相信呢6年嚟超過2000日嘅記憶，以及面前呢逾8張熟悉嘅面孔，都會成為我哋每位同學最珍貴嘅寶藏，埋藏喺心底。日後當再有機會打開呢啲塵封嘅記憶，播放呢一段充滿青春氣息嘅錄像帶嗰陣，我信呢一啲璀璨嘅畫面一定會使我哋會心一笑。喺離別之前，我想感謝呢6年嚟教導過我哋嘅老師，正係佢哋花盡心思，以誨人不倦嘅教學態度，成就咗今日嘅我哋。更加唔可以忘記4位跟隨我哋高中3年嘅班主任，如果冇佢哋，我哋亦都冇辦法發揮自我嘅才能，茁壯成長。喺詩書入面，韓愈話：師謝，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庭園嘅老師唔單止教導我哋學業上嘅知識，更加傳授我哋做人嘅道理。喺呢度，我謹代表各位中六嘅畢業生，向各位師長致以謝意。時間就好似流沙一樣，我哋好想走緊，但係時間亦都不斷從我哋嘅指間流逝，流去即將加入庭園嘅學子。當我哋以畢業生嘅身份離開庭園，亦都會有新一批嘅學子加入庭園，開展屬於佢哋嘅青春歲月，循環往返，生生不息。而我哋呢一批2025至26年度嘅畢業生喺庭園內所留下嘅痕跡，亦都會以各種嘅方式傳遞俾我哋嘅師弟師妹，正正好似伍醫生學長當年喺庭園學習嘅風采一樣，亦都會以唔同嘅方式傳遞俾我哋呢一批學弟學妹。
而呢一個就係傳承嘅意義。畢業從來唔代表將自身嘅存在從呢間學校抹除，而係以另一種嘅形式繼續為庭園付出，為庭園服務，為我哋嘅師弟師妹樹立榜樣。喺呢度，我再次多謝校方可以俾我一個如此珍貴嘅機會，向大家分享我嘅感受。在此，我衷心希望各位同學喺未來嘅日子可以珍惜當下，珍惜每一段關係，每一次相遇，每一個機會，唔好因為害怕失敗而錯失良機，更加唔好因為恐懼而自我限制。最後，我祝願各位喺未來嘅日子萬事順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多謝各位。多謝馬同學，跟住會係學生表演，煩請台上嘉賓移玉步到台下就座欣賞。今日安排咗2個表演項目，分別係中國舞同管樂團。首先係中國舞表演，今次表演舞蹈名稱係《金秋回響壯族》。此舞講述金秋送爽，穀物豐收。於農耕文化而言，秋季係感恩饋贈、期盼太平嘅時刻。壯族詩文以扁擔承載辛勤，亦以旗敲擊出豐收讚歌。此刻，壯族姑娘們循住古老節拍翩然而至，喺清脆嘅回響當中揮灑出稻浪翻金嘅盛景，更舞出對農稻之美嘅崇高致敬。多年嘅寒窗耕耘，終將迎嚟屬於你哋嘅豐收。願你哋帶住呢份堅毅同埋自信，喺人生新征程上舞出感受前程。請大家細心欣賞。
謝中國舞組精湛嘅演出。接住落嚟係管樂團表演《My Heart Will Go On》，我心永恆。本曲係1997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鐵達尼號》嘅主題曲。今次嘅演出採用咗知名嘅編曲家 Paul Lavender 所改編嘅管樂版本，樂曲以悠揚嘅旋律展開序幕，細膩咁勾勒出學子初入校園嘅青春歲月。隨後全體管樂交織共鳴，激盪出宏偉嘅樂章，象徵中六畢業生6年嚟砥礪前行嘅勇氣，以及師生同窗之間深厚嘅情誼。就如同曲名《My Heart Will Go On》嘅意涵，畢業典禮唔單止係中學階段嘅圓滿終章，更加係邁向遠大前程嘅啟航點。希望永恆嘅旋律化作最真摯嘅祝福，期許全部畢業生秉持信念，喺未來人生嘅途中揚帆萬里，續寫輝煌篇章。請大家細心欣賞。多謝管樂團同學精彩嘅演出，跟住係唱校歌，請各位肅立。
禮成。請各位保持肅立，恭送嘉賓離場。請坐。各位來賓可於典禮後移步到新嘅平台享用茶點。另外，為咗讓各畢業生有機會向父母、師長及展示感激，家長教師會特別安排咗花束送贈。現在將時間交俾鄭權老師安排活動情況。好，各位家長、各位中學嘅同學，你哋好，大家好，我係家長教師會嘅鄭權老師。咁我哋喺歡送咗嘉賓離去之後咧，接住落嚟咧係一個好溫馨又好有意義嘅環節嚟嘅。咁首先再次喺度恭喜各位中學嘅同學今日畢業啦！中學嘅畢業咧喺人生當中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嚟嘅。咁當中就唔少得你哋自己付出嘅所有嘅努力啦，但其實咧都唔少得嘅就係在場咁多位家長喺背後對佢哋嘅默默嘅支持同埋鼓勵嘅。喺呢6年入面，佢哋無論係供書教學啦、起居飲食方面嘅照顧啦，或者喺你哋遇上困難嘅時候，每一句嘅關心同埋慰問咧，其實都係支持你哋行到去今日呢一步咧嘅重要力量嚟嘅。咁所以咧，家長教師會咧特別為每位今日畢業嘅同學咧準備咗一啲鮮花，希望同學可以借今日呢個咁特別嘅機會咧，向我哋嚟到嘅家長啦，去將你哋鮮花送去佢哋手上，向佢哋表達你哋最深嘅謝意嘅。咁工作人員依家咧可以向各位中六嘅畢業生遞上鮮花。係唔好客氣嘅，係。好，依家請每位中六嘅同學領取一支鮮花，並且將你哋呢一份嘅心意向你嘅家長送上。Thank you， 俾啲掌聲，唔該 ，Thank you。
水的沙可知，從我降世一開始到永遠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動力和意義。